现在积极伫台南发展太阳能产业的澧阳能源，除了伫产业界表现优秀以外，也积极投入公益活动，持续赞助偏乡的教育，同时也针对无共学校的需求来提供客制化的协助。7个国小就是其中受惠的单位。澧阳能源长期提供奖学金予学校，为了向澧阳能源表达感谢，7个国小也伫2号上午的百年校庆，由着市长委托颁发感谢状，感谢企业支持偏乡的教育。澧阳能源自108年上半年起，陆续捐赠了大概160余万的奖助学金。那目前已经有大概300多位的学子受惠。那澧阳期望未来可以持续的在七股地区这边耕耘。那因为澧阳能源一直秉持着在地化的耕耘，那我们希望在七股地区，可以深入积极的跟里民互动，那来做更多良好的一个沟通，那期望可以一起迈向一个绿能愿景。这样，现在政府也积极发展绿能产业，台电也伫7股启用了规模上大的太阳能供电场。如果民众家中有现地的空地，嘛会使向澧阳能源来联络，或者是到因安南区的服务处，就有专人来为你服务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